尋日美團公布咗季度業績，咁比市場預期為佳嘅。大家早晨，今朝早港股事前分析，講題係恒指期貨有條件繼續反彈。頭先我哋講咗呢度有個支持啦，中途站啦，假設啦就係上個星期四嘅低位啦，我哋假設咗個低位記唔記得係幾多啊？擺埋睇24598啊，呢個就低位。咁反彈上去，理論上咧嗱，由於呢一度一個陰燭大陰燭啦，跌咗落嚟，去到5月21號低位25297，跟住反彈上去企咗兩個交易日，第三個交易日就跌穿，所以呢個25227應該錯啊，唔係喎，25297啱，25297睇低位嘛，係一個阻力。不過尋日升過咗喎，曾經見過25370喎，所以咧呢個阻力都唔係好大嘅啫。咁啊〜再上去嘅話咧，我哋從另一方法睇啦。點樣睇嗰兩個量度升幅目標咧？我用神奇數字嗱，如果呢一個係括弧 A 咯，由1月29號高位28139跌到落去3月23號低位24177，完咗個括弧 A，個括弧 B 假設。而家都較大機會啦，都有7成至8成係㗎啦，就升到上5月14號高位26862完咗，而家行緊個括弧 C， 啊唔係，sorry，圓圈 C 啊，再講一次，圓圈 A、圓圈 B， 而家行緊圓圈 C， 圓圈 C 咧就多數係斜線三角形嘅，咁所以咧係分為低一級嘅括弧1、括弧2、括弧3、括弧4、括弧5個浪，咁我哋又大膽假設，原來呢個括弧1啊。括弧1係由即係圓圈 C 入邊嘅括弧1係由5月14號高位26862開始，咁已經喺上個星期四嘅低位24598完咗啦。好，咁就彈過圓圈 C 入邊嘅括弧2喎。括弧2如果根據波浪理論咧，2、3、4、5個浪跌嘅時候咧，2最多可以翻去咩啊？就1嘅起點㗎嘛，即係可以升翻上去呢一個嘅26862啊，就26863就唔得。喺26862最多先落個括弧圓圈 C 嘅括弧3啊嘛，但係由於呢個咧多數啊根據波浪理論都係斜線三角形，斜線三角形咧就唔會彈到咁高嘅，多數會彈0.618，即係話第一個目標最大機會25997啊，大家寫得係25997。但係如果個市勢唔靚，尤其是啲投資氣候唔穩定，好似而家咁咧，我哋有時喺0.5倍25730、25730。嘅量度升幅目標已經係要好倉要套嚟㗎啦，咁你話我進取啲，咪每度一半咯，係咪啊？點會一半啦？去到一半0.5倍25730嘅時候，一半好倉或者牛證都好啦，平咗佢，短線投機嘅貨沽咗佢套嚟，再升到上去25997，再平晒佢轉持現金，嗱可以再升啊嘛。如果再升咧，即係話企得穩喺25997上咩，就唔係咁數法咯。個數量方式可能又要變喎。咁我先我就開始啦，唔好反手做淡，睺佢跌翻落嚟，守唔守到喺25997先睇下，守得到追翻入去，買翻貴啲都冇辦法，呢個就安全。又另一個情況啦，如果你25730已經沽咗一注嘅時候，佢唔升喎，再跌就點啊？睇圖表嘅信號，到時圖表信號一明顯轉差。就低啲都要沽埋嗰半，咁即係攞個平均，大概喺呢啲位平咗就算啦。呢個短線投機睇個括弧3啦，咁個圓圈 C 中嘅括弧3一個跌幅咧就可以係圓圈 C 中1嘅1倍或者0.618倍，咁到時再同大家計啦，好嘛？